另外来关心的是，高雄旗山的旧街有一间40栋的卖碗粿的老店，互民众甲翕到这头家呢是举棍仔咧虐待猫仔。动保处表示讲，这头家的行为有影是违反着动保法，所以会依法来甲伊裁处。嘛已经甲3只猫仔拢送去病院来安置。若这代志一个出来，有民众呢是气袂过，所以随走去店头甲人牵鸡卵。 一个查甫人开伫门口举棍仔对关伫个笼仔内底猫仔一直吐，甲猫仔吓惊甲哀哀叫。那安尼，这个查甫人佫举棍仔哭甲大细声，甚至佫讲猫仔，这行为拢互录影打去网络。民众讲，这个查甫是旗山老街一间碗粿老店的头家，伊定定经过这，毋过大概2、3个月，就会看到无共的猫仔，会感觉不单纯。时候我发觉到它的笼子里面的猫咪好像都不是很大，然后就换，不是很大就换。 所以我也一直在怀疑，但是苦无证据。棍仔甲讲，甲拄安尼，迄敢若囡仔咧哭安尼，咱会讲心肝头，感觉讲不忍心啦。 40年碗粿老店头家涉嫌苦毒家己饲的猫仔，消息传开引起真侪民众的愤慨。头家随伫面册生日错误过失礼，不过日饭店有民众未堪入去，走来牵鸡卵。老店早起无开门，规个门口拢是卵壳。警方表示，牵鸡卵的行为已经违反社会法，会通知行为人到案说明。另外，动保处讲，目前3只猫仔拢已经送去病院观察安置。头家的行为已经违反动保法，将会依法处理。现场有3只猫，饲养环境不佳，检视猫只它并无外伤。 已将猫只带至和悦动医院留置检查及观察。涉嫌违反《社会秩序维护法》第68条第2款规定，最高可处3日以下拘留，或处以新台币12000元罚款。警方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，唔通违法的行为。动保处强调，是毋是阁有其他的猫仔受害，会持续追查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